由車仔轉會去維拉，到底係 upgrade 定係倒退？但係對加拿祖嚟講，今次轉會可能係佢職業生涯最後一次翻身嘅機會。2年半前佢入咗一球倒掛金球，成為球壇最受矚目嘅新星之一。但係呢球波都成為佢生涯最大嘅轉捩點。短短2年，佢由曼聯球迷口中嘅 C 朗接班人，去到最後，曼聯同車仔都選擇放棄佢。佢獨食、態度懶散又自視過高，全部變咗佢嘅代名詞。到底加拿祖點樣一步步浪費自己嘅天分？去到維拉又可唔可以重拾正軌？今日我哋就講講佢嘅故事。大家知唔知加拿祖其實唔係喺曼聯成名？細個嘅佢喺馬體會青訓踢波嗰陣，球探對佢評價好高，速度快、爆發力強，最重要係好有膽識。喺傳統西班牙青訓體系入面，多數10幾歲嘅青訓球員拎到波都係想傳波，求穩陣，邊敢亂做突破？但加拿祖唔同，佢第一個諗法永遠係向前，就算扭失咗，佢都唔會怯，一定要扭過為止。佢嘅表現同膽識好快就吸引咗皇馬同多蒙特嘅注意，但最後曼聯只係用咗40幾萬歐元，就將呢位16歲小將帶到奧脫福。今日睇返呢個價錢，簡直係白菜價。加盟曼聯之後，加拿祖嘅適應速度比所有人預期都要快。2022年青年足總杯決賽，超過6萬人入場睇波，全場最搶鏡嘅就係加拿祖。佢梅開二度，幫曼聯3-1奪冠，兼當選賽事最佳球員。由嗰一日開始，所有曼聯球迷都相信佢就係曼聯嘅未來重心球員。而加拿祖都好快有上位嘅機會。當時曼聯領隊坦克格要求球隊要有活力同逼搶，佢不惜棄用 C 朗，俾咗唔少機會俾啲後生仔踢。而加拿祖證明自己機會都嚟咗啦。一開始佢主要係70幾分鐘後備入場，趁對手體能下降嗰陣，用速度衝擊防線。2022年11月作客對富咸，佢喺補時93分鐘攻入自己首個英超入球，幫曼聯絕殺對手。但真正令佢成名嘅係1年之後嘅經典倒掛，就係2023年11月作客對愛華頓，開波只係3分鐘，達洛治右路傳中，禁區裡面嘅加拿祖背住龍門，直接凌空跳起，一下倒掛個波，直飛死角，碧福特飛到盡都救唔到。幾乎所有媒體都拎呢一球波同朗尼嘅倒掛相提並論，佢更憑住呢個金球贏普斯卡斯獎。直到今日，呢球世界波喺 YouTube 嘅觀看次數已經多到數唔到。但係一球成名未必一定係一件好事，壓力亦都由呢一刻正式開始。去到佢第2個一隊球季，佢開始坐穩正選。2024年足總杯決賽對曼城，賽前完全冇人睇好曼聯，但係上半場30分鐘，加拿祖把握曼城後場失誤先開紀錄，最後爆大冷贏2-1捧杯。嗰陣曼聯球迷甚至開始討論，想加拿祖接過7號波衫，繼承偶像 C 朗嘅衣缽。雖然最後冇成事到，但係加拿祖同個偶像 C 朗一隊入咗球倒掛金球，贏普斯卡斯獎，捧足總杯，仲入選阿根廷國家隊同美斯踢波。當時嘅加拿祖人生好似一切都向住好嘅方向發展。其實講到呢度，大家諗一諗，如果你係一個20歲都未夠嘅後生仔，入咗球世界波，啲新聞幾乎全部人都在讚你，曼聯名宿睇好你，拎你同朗尼嘅倒掛比較，甚至話你係 C 朗嘅接班人，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已經成功咗呢？老實講，大部分後生球員都好難唔飄，但足球世界最殘酷嘅地方就係當你表現開始差，所有人對你嘅掌聲會即刻冇晒。一切嘅轉捩點就係坦克格季初被炒，由阿莫林接手。相比起坦克格，阿莫林對球員有一個好明確嘅要求，無論你係前鋒定翼鋒，所有人都要防守，都要高位逼搶，冇一個球員係例外。阿莫林睇嘅唔再係你有幾多天分，佢甚至喺記者會公開講過，無論係訓練、態度、比賽、紀律定防守積極性，所有人都必須遵守同一套標準，就睇你願唔願意為咗戰術去改變自己。卡斯美路一開始都唔達佢嘅要求，但係佢憑着表現同態度搶翻正選，重新令阿莫林重用佢，但係加拿祖就偏偏做唔到。每當佢扭失波，隊友第一時間衝去逼搶，佢反而慢半拍，甚至停喺度唔去追，
我知道一定有球迷會話佢慳返啲力，留嚟進攻咪得咯。但事實係佢喺進攻嘅威脅亦都大不如前。英超係世界最頂級嘅聯賽，早就研究咗加拿祖嘅踢法，知道佢10次有8次都要吸大位起腳，自然會提早封死佢嘅射門角度。於是大家開始經常見到同一個畫面，隊友已經走晒空位，但加拿祖依然選擇獨食，偏偏佢嘅把握力又要差。以前入到波，獨食可以解讀成有自信，但當入唔到波，獨食就變咗進攻終結者。佢之後嘅上陣時間越嚟越少，阿莫林寧願換其他人，都唔再俾機會佢。除咗表現唔達標，佢同阿莫林嘅關係亦都徹底破裂。歐霸盃決賽輸俾熱刺之後，加拿祖接受阿根廷媒體訪問，公開表達不滿阿莫林唔俾佢決賽打正選。12月嘅曼徹斯特打比直接被剔除出大軍名單。2月對葉士域治嘅英超比賽，佢換落場之後直接行入更衣室，冇留喺後備席。最離譜嘅係佢個經理人哥哥衝出嚟喺社交平台公開話曼聯同阿莫林，而加拿祖本人竟然喺仲係曼聯球員嘅情況下公開着住福仔嘅維拉波衫影相 post 上網。一系列低情商嘅行為令曼聯終於忍無可忍，最後以4000萬鎊將佢賣去車路士。佢由昔日嘅曼聯青訓寵兒變成人人喊打嘅反骨仔，但佢去到車仔情況都冇好轉，佢嘅表現完全對唔起身價，反而場外嘅事就變成焦點，成日掛住換浮誇嘅髮型，無啦啦仲走去喺塊面度紋身，紋咗個勇敢的喺塊面度。唔好意思，真係好樣衰，我真係唔識欣賞。結果佢連阿根廷世界盃大名單都入唔到，最後仲要俾車仔掛牌出售。最後今個轉會窗以先借後買嘅方式轉會去維拉。加拿祖正式加盟阿士東維拉，轉會消息公佈嗰日，評論可以話係完全兩極。有人話維拉執到寶，佢係羅渣士完美替換品，亦有人好質疑艾馬利呢個決定。但睇返網上留言，無論係亞洲定歐洲球迷都有個共通點，好多人唔係討論佢嘅能力，而係聚焦喺佢嘅態度同紀律問題。當一個球員由被討論能力變成只係討論態度，其實已經反映咗佢身上一個好大嘅危機。狀態差可以操返起，射術差可以慢慢練，但如果一個球員唔願意改變自己，再高嘅天分都係冇用。不過我覺得加盟維拉好有可能係佢職業生涯最重要嘅一次轉機。喺曼聯同車仔，你每失誤一次，全世界都會用放大鏡去睇你。去到維拉會冇咁大壓力同多啲出場機會，亦冇人會要求佢每場都要交出世界級嘅表現。加拿祖而家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係專心踢波，唔好再搞咁多場外嘢。而呢樣嘢可能先係佢一直最需要學識嘅一課。難得艾馬利願意喺你職業生涯最低谷嘅時候俾機會。今季維拉賣走羅渣士，又有份踢歐聯，加拿祖一定大把出場機會。希望佢真係會浪子回頭，專注翻踢波。如果今次都唔好好把握機會去改正，萬一連維拉都唔要你，睇怕以後都好難喺歐洲頂級球會立足。仲有唔夠1個月，英超就開鑼，你哋又覺得加拿祖喺維拉可唔可以重生？呢一球倒掛金鈎係咪害咗加拿祖？而你又中唔中意睇類似嘅球員故事嘅製作？留言話我知你哋點睇。走之前記得 like 同 share 條片，最緊要 subscribe channel。我哋下一條片再見。